就是我们每天将民众生活中使用的一个污水，包含我们的粪便、尿液经过污水下水道的管线收集后，我们送到水资源回收中心来经过处理。那经过不同程序的一个处理之后呢，它符合环保法规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干净的一个水资源。那我们就将这些干净的水资源呢，统称为放流水。我们这边的回收水供应的主要单位，最主要有包括环保局、公务局，还有一般那个民间企业的一个需水的一个单位。另外还有在消防局也在临时有任务的话，也会到我们这边来取用。公务局跟环保局，它最主要的一个用途是在于那个街道的洒水，还有行道树的浇灌。然后民间企业的话，一般大概最主要是建筑工地的抑制扬尘。台南市呢，目前共有7座的水资源回收中心，每日呢可提供1.68万吨的一个回收水。为了增加回收水的一个再利用，目前呢这个回收水呢，大致上我们会用在我们的道路的一个洗涤，还有我们的抑制扬尘，还有我们现在在路树的一些浇灌上。那每天呢，经过我们统计，像目前11月份的使用量，一天有达到4200吨。那我们这边呢，也呼吁市民朋友如果有这个使用再生水的这个机会的话，一起可以来跟我们水利局这边来联系，那我们会来提供这些再生水的使用。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在跟经济部水利署联系之后，那把台南的灯号提早在最早的时间，其实往年都是2月左右，今年大概是现在12月就把它调整为黄灯，希望大家共同来节水。那市政府已经早在2个礼拜前，1个多礼拜前已经开始，就把我们的这个用水通通改为回收水。那这样子的话，许多浇灌、消防或者其他的用水，通通改为这个再生水的话，我们每天可以省了好几千吨的水。那这样从市府也开始做，市府带头做，那民间产业一起做，这样的话，我们的水应该可以供应到明年5月以后还没问题。那如果这个大家不调整用水的话，那现在直接这样下去，可能到明年2月底3月，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提早因应，超前部署，希望能够让这个可能的这个旱灾平安度过。另外，是各位欢收看在2月29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富国神山台积电为伫南科增援18厂的新建基地，想要进行3奈米量产加扩厂的典礼，对中央高电院各界贵宾有200多位拢高调见证。透过上场的仪式，除了展示台积电技术实力的重大意义，嘛展现因亲近台湾、持续投资，化解外界有期待化疑虑。过去台积电先进制程的量产真少公开办活动，所以即摆伫南科增援18厂3奈米基地量产加扩厂厂房备受瞩目。29号选定10点良辰吉日，包括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经济部长王美花以及市长吴伟霆等各界贵宾200多位，拢到场见证半导体一个新的里程碑，场面相当盛大。董事长刘德英伫致辞当中强调，亲近台湾持续投资2奈米，嘛将伫台中甲新竹设立等重大宣示。台积公司将继续保持技术领先，同时我们将深耕台湾，持续投资，并与环境共荣。今天台积公司3奈米的顺利开发量产，是几十年来与在地共同成长的供应链通力合作的结果。今天的3奈米量产及扩产典礼，也代表台积电在台湾发展先进技术以及扩充先进产能的具体作为，为世界半导体产业的下一个成长高峰做准备。
对中央交定政府一路伫土地、水电、人力等支持，伫希望世界半导体领先地位的台积电，未来10当伫全球供应链拢占有一定的地位。同时嘛，企图外界因为因涉抢美国有替代化疑虑。我在这里也感谢我们台积公司持续的不断的在投资，尤其把这一个所谓的先进的制程留在台湾，借着这个机会来让我们呢破除大家在谈的半导体弃台化这样的一个谣言。在这边，我要再引一句话，也就是刚结束的世界杯足球赛球王梅西的一句话：首要的目标就是和团队一起赢得胜利。没有错，台积电、台积公司，我们首要的目标就是跟我们所有的半导体产业一起赢得胜利，就是跟台湾一起赢得胜利，就是跟所有的产业一起赢得胜利。鸣炮！邀请现场朋友给我们热烈的掌声！透过上量典礼，台积电嘛宣誓3纳米伫量产的5档内，将创造1条5000亿美金的价值，而且伫南科已经投资1条8000多亿，创造15000多的工作机会，要甲所有贵宾共同见证伊历史性的胜事。今日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业务丰富、学经历的卢宇聪，即摆受市长黄伟哲答应来接任台南市社会局长一职。伊表示，伊虽然大胆决定对教职转到实务来服务乡亲，有欢喜有烦恼。毋过对着黄市长第2任以青盈福利为施政的方向，伊心中已经有拿度，要来贡献家己的力量。12月25就职担任台南市新任社会局长的卢宇聪，加工第1场记者会，就甲教育局共齐接受台湾基本所600万的捐款，要来帮助台南偏乡教育加友善亲子环境。对着当年担任教职的伊来讲，伫嘉南药理大学校长的推荐加市长黄伟哲的小小精神，伊讲伊考虑一天。大大讲愿意接任社会局长，真正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以时来讲吼，很高兴，我嘛感觉讲呢，会当为咱的故乡台南来为咱的乡亲服务吼，这是我的荣幸。嘛感谢阮校长，甲咱市长的赏识，互我有机会吼来做这个社会实践。一则以忧，因为吼按功课要来做实务呢，这个过程我需要如何做思考跟转换。因为迄是无共的，嘛希望讲呢，咱即马这过程当中会当马上接轨，马上做，因为这时间袂当拖着，嘛希望讲呢，我从短期以来，会当甲咱市长所讲的一个政策政见，会当甲实践。卢宇聪拥有政治、经济学硕士、社会学博士的学历，已经富有儿童、志愿服务、社区营造等专业推动服务的丰富实务经验。不过，伊上任以后第一个挑战，就是黄伟哲未来4档要推动青盈福利的施政方向。对此，伊心中已经有拿度，相当有信心。咱知影即马少年人有的无咧结婚，有的呢。阮结结就要生，阮咧想讲这3个原因，所以呢，这个青盈福利的这个青阮就咧想讲，那咱是咱市府政府家会当帮咱的少年家照顾囡仔，因为囡仔呢是咱少年家呢上该注重的。我们如果可以协助照顾，比如讲咱来广设托婴中心、托儿中心幼儿园等等，咱呢伫未来。包括推荐日照中心，包括讲呢，咱的关怀照顾据点，这2项是伫地方上呢直接会当呢，互咱
长辈会当来遮接受服务的所在。咱长辈会当伫呢健康快乐之下呢，来伫咱的地方社区，你们走上远会当受到照顾。陆局长就任以后，伊讲对内除了要提升内部人员的专业，上下一条心为民服务来回馈故乡；对外就是加强甲议员的沟通，因为熟悉真正无几个。对伊来讲，挑战都要开始。台南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新民大台南建商工会理事长的詹亚亮，现在跨界整合资源，进军食品产业，用行销在地员工来导入伴手礼市场。28号伫安平发表海洋牧场的品牌。源自台南在地食材，经过制度严谨定数、严格把关，坚持实在原味。天然无添加的伴手礼品牌，伫咧28日正式发表。现场超过500位贵宾参加，有真侪议员以及市府长官亲临发表会现场表达支持。很多我们都会讲说要吃天然，要吃在地，但是最重要要吃到美味又健康。因此呢，我们刚刚海洋牧场所提的，这个开发出来，不管是2丁挂瓷砖的这个虾饼，或者是鱿鱼。或者是西虾秣，或者是其他的所有的海鲜食品，我想都符合这个原则。因此，为了替我们台南美食之都增添光彩。海洋牧场董事长詹亚亮本身也是大台南建商工会理事长，伫建造业打拼40年，为人正派有能力，伊也该真受人尊重。这次投入食品业也毋是青菜菜。特别找来有20档食品研发经验的技术长谢明贵，以及海洋牧场执行长邱少谦共同来行销。我原本是建筑业来出身，但是因为有对这个产品的这个兴趣，跟认为它有它的独特性，很有特色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就在选择这个时间来把它发表，希望能够透过这个产品，因为我们标榜的是零添加、纯天然、无污染。因为我们台南在地的虾饼，我们想要说突破，让它有一个不一样的方式下去做呈现。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它像是一个食品，也像是一个艺术品，然后让很多我们的好朋友可能拿到我们的礼品。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什么，会感觉非常的惊艳。无同一般市面上的虾饼，海洋牧场瓷砖虾饼，为外观就会当看到2只大大的虾啊，一喙加落，还会当吃到满满海味，而且完全拢袂臭车。整只虾子含在里面，超特别的。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虾饼。会不会有腥味？不会，完全不会。就是我也是很怕有鱼腥味的人，但是我吃这个虾饼完全不会有鱼腥味。执行长邱少谦表示，海洋牧场重新定义伴手礼市场的关度，更将传统甲创新做结合，打造连锁电商的通路，同时更筹备全国伴手礼实体店，做伙行销台南在地员工，嘛提悬青年就业机会，让海洋牧场不只是伴手礼，更希望会当成为伴手礼的领导品牌。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为迎接新的一档安平开大体育宫，1月8号下晡将邀请台南市8位书法大师现场写春联，要来欣赏。同时嘛安排古典音乐表演甲品茶活动，展现优质的庙宇文化。书法家专心写毛笔，现场有音乐演奏。这是安平开大体育宫1月8日将伫咧庙埕举办的送春联活动，邀请陈吉山、卢伯荣、郑有茂等8位书法家现场写春联，还有准备茶艺专区甲歌乐演奏。安平体育宫有要来举办这个云土这个墨印的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有3个主要主题来做，一个第一个就是写这个春联来竞选，互咱遮大家信众这大德去因厝来打一个吉利来迎接新的一年。先煞在这个时间甲咱中国固有的这个文化
品茶品茗让神煞来泡这个上好的这个茶来敬拜咱的妈祖。非常感谢咱安平开来天后宫针对这个优质公庙的这个活动的这个支持咱也希望讲过年期间莫讲大家拢放炮，也希望讲会当举办这个较文艺的活动来互这咱的信众也好迄个来共同来参与，因为咱也会当感受到讲安平妈的这神威啦希望讲咱这乡亲好朋友啦利用过年期间会来咱安平开台天后宫来拜咱迄个安平妈祈求咱新的一冬会当更较顺利东港民众提出春联了后，需要进入妈祖宫参拜，感谢安平妈慈悲正目，庙方阁赠送4号吉恩品。伫第二个专区，嘛有准备200个杯仔要来烧送。主办单位欢迎民众伫8日活动东港来到安平食茶、听音乐、求春联。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先听闻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追求美丽是人类的天性，从古至今，化妆品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近年，预防医学观念兴起，非开刀医学美容渐成风气，带动相关产品市场大幅成长。例如医美中心的成立，透过各式新兴技术与材料，让人们维持健康与青春美丽。此外，各种生医美容产品成长也是惊人，吸引许多生医材料与奈米科技等公司投入制造研发产品或原料，像小分子生态、胶原蛋白等，让生医美容产业成为国内最有前途的热门新兴行业之一。中华医事科大也看见医美这个庞大的潜在市场，特别增设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要培养新兴学子们进入未来可期的医美产业。人类都是爱美的，所以医美产业就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目前国内大概有4万多名的医师，其中1万多名就投入在医美产业，所以医美产业的发展远大于现在台湾人才培养的速度。那因此我们就成立了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来培养医美的专业人才。因为自己入学前比较喜欢化妆，然后也对这个科目有兴趣，之后也想要从事医美或者是美容师的工作，所以才会选择就读这个科系。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香香美美的，自从国中毕业之后，有看到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有在教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那我对于医美类非常的有兴趣。那希望我之后在这个科里面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我们医美科老师都具有博士学位或助理教授以上资格，为这方面科系的翘楚。为了帮助同学提升实务能力，我们也购买了许多先进的仪器设备，包括像音波拉提、多功能肤质检测仪、无针离子美容仪。为了同学这方面的技术提升，我们也建置了专业教室，像是化妆品调试教室、彩妆教室、造型教室、SPA 生活馆、医美技术教室、情境模拟医学中心，让同学具备强大的实务能力。透过我们华医的医美科系来讲的话，这种情境教学的模式，最能够带给学生他们在学中做中学，更能够介入到我们实务的技能。为了让同学进入职场前具备专业能力，我们也和国内知名的医美集团或医美诊所合作，例如像艾尔利、益群、佐登尼斯集团等。同时，我们也在学期间培养同学专业证照，例如化妆品丙级、乙级、美容医学美容师、美容医学咨询师等，让同学在进入职场前具备高阶的竞争能力。就读我们医美科5专，前3年是免学费的哦，后面2年比照国立大学收费。实习期间，单位还会提供生活津贴，让您生活无虞。所以，5专医美选华医，许你直癌一生美丽。
但市教育局为了让囡仔自细汉培养阅读的习惯，对今年2月所推出的 Book 小星球，现在已经进入第2季，成果的评比嘛出炉，总共9个班核选优良班级。不可想星球是特别针对幼儿园，好，那从2月启动到现在，我们不断的。也是看到非常多的惊喜。台南市教育局为今年2月推出不可小星球，得到一个师生的好评。今麦已经进入第2季，这摆幼稚园绘本教学活动评选，以阅读环境营造为主题。10至到11月30号，总共有9个班级得奖。教育局将阅读环境再升级，伫山顶提供308本的精选册本，并且每一本拢有1张题目单，老师甲家长会当透过内底内容，甲囡仔进行互动，让阅读变加趣味更好耍。到现在全台呢是205所幼儿园都已经加入了哈，那这个我们希望这样子对儿童的这个无感的这个教学，或者是还有这个阅读，或者是看图的能力，或者说这个说的话能力或听的能力，都有很大的帮忙。不可小星球已经变成台南囡仔教育重要的阅读平台，并且成功引起其他县市民众的兴趣，纷纷表达想要参与的意愿。教育局指出，后续也会来评估敢袂当开放予非台南市的囡仔使用，即嘛是以服务台南市的囡仔为主。打造共读新空间。阅读环境再升级，赞！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打造友善的托育环境，一直是台南市鼓励父母采用的重要政策。其中，位伫安南区的复合型托育资源中心，总经费6300多万，29号正式动土，预计2024年的完工，期待减轻家长的负担。根据台南市户政资料显示，今年一直到11月，零岁到未满2岁婴幼儿19000多位，安南区有2697位，比例已经是全市第2低。所以市府社会局考量当地托育需求，向中央争取补助，要来兴建托育资源中心以及亲子幼幼馆。29号上午正式举办动土典礼，场面盛大。2.1安南托育资源中心新建工程开工动土，1动土开工平安，2动土吉祥，3动土一切圆满吉祥，掌声鼓励，谢谢。托育中心大家拢做歹找的啦，因为大家拢已经有迄个。有咧收托啊吼，所以变做讲费用嘛无俗所以呢，咱即摆用公部门的力量，应来去经这个咱的托育资源中心。以后呢，是要正做亲子幼儿馆，是父母是阿公阿嬷带囡仔带孙来到遮是带囝来到遮，会当来遮佚佗外口是有公园，内底是有亲子幼儿馆。到2楼呢，就是2岁以下、2岁以下是吧？2岁以下，咱的托育中心，会当这个爸爸妈妈要上班，叫个囡仔就寄伫遮，来老师甲照顾，咱这个社区变做这个托育资源会当加较济。阮即摆起的厝新的，拢大部分拢遮新的少年家入来，拢囡仔真济，会当会起的阮遮，阮非常欢迎。总建设经费6380万的安南托育资源中心，伫动土以后，预计2024年完工。到时将其2层楼，1楼是亲子幼幼馆，提供0岁到4岁幼儿甲家长做伙学习佚佗空间。2楼则是公办民营的托婴中心，预计将收60名未满2岁婴幼儿。
希望增加安南地区公共托育的环境，也表达台南支持友善育儿的诚意。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过的。感谢收看12月29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